当在地前，今仔日是9月中阳，南投德山的镇湖社区举办竞山健行的活动，带领着社区的阿公阿嬷哪行哪捡粪扫，唔但会当来做运动，嘛互社区的环境更较清气。 阿公阿嬷摕扫帚伫咧变扫涂骹，为人或者捡粪扫。这是德山镇镇湖社区，当年拢会伫咧中央节进前，邀请社区内老大人含志工做伙来种山，替地方尽一份心力，互社区许大人拢感觉上义气。所以阮就趁这个机会传出来，行咧运动，而且佫会当整理阮社区的环境。大家为保生宫出发，沿路经过特立公票，落尾行到镇湖山步道，用散步的方式，哪运动哪 整理社区环境，和生活环境变更加清洁舒适。把社区发动起来，让社区的活力、热情都充分的发挥了，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。行路段超2公里远，就这个活动会当训练老大人的体力，欢喜庆祝中央节和增加社区生活的感情，就是这摆活动上主要目的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